Nike 學界籃球精英賽咧，終於咧喺掌聲中曲終人散。咁啊，首先恭喜藍拔啦，同埋咧就係協恩咧能夠獲得咧今年嘅冠軍。協恩犀利啊，10連冠！我曾經形容佢為咧好似咧喺美國 NCAA 大學當中嘅 UConn 一樣啊。咁啊，記得當時 Phil Handy 咧一個好出名嘅技術教練嚟香港嘅時候啦，我介紹 Miss Yam Dora Yam 俾阿 Phil Handy 認識咧，我就話：哇！呢支學校好似 UConn 一樣咧咁勁嘅。咁啊，其實咧今次有份參加咧所有精英賽嘅隊伍咧都要俾啲掌聲俾佢哋啊！我亦都好希望咧呢次嘅學界賽事咧，對於一班咧後生仔、家長、舊生、老師、教練團隊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。咁啊，點解咧高中籃球可以咧係有咁多人去睇呢？嗱，今次啊決賽係爆滿啊，有成4500人入場。咁啊，睇到咧體路嘅直播啊，喺現場咧係 set 咗8支嘅鏡頭啦。咁啊喺男仔方面嘅賽事，我諗最高點擊率咧去到咧同時間直播有成係18000人睇，女仔都唔差㗎，有成15000人睇。呢個數字咧係繼奧運直播之後咧，我諗喺運動直播賽事當中咧係肯定係最高嘅。咁啊呢樣嘢咧係要多謝我哋香港嘅球迷、香港嘅觀眾啊。咁啊學界賽事點解咁好睇？因為夠熱血，因為大家代表個學校咧係對於學校一定係會有情意結嘅。呢樣嘢喺 NCAA March Madness 3月狂熱咧同樣一樣。咁啊3月狂熱，我覺得更加勁咧，就係會有啦啦隊啦，甚至咧就係一啲 sports 嘅 marching band 喺現場，可能咧真係吹喇叭啊，好嘈咁喺度唱歌啊。咁啊呢樣嘢咧，正正咧就係大家咧係中意自己學校嘅原因，亦都係咧學界好睇嘅其中一個原因啊。咁啊今次咧當然咧就係話咁大型嘅賽事係有贊助商支持嘅。咁啊點解學界賽事個氣氛會係比職業嘅賽事更加好睇咧，或者氣氛更加澎湃咧？咁啊當然贊助商嘅支持咧好緊要，因為懂得 branding、懂得公關、懂得 marketing。今次有 Sabrina Ionescu 一個 WNBA 一個超級 superstar 嚟到香港，將尾場嘅賽事改為咧係女子嘅賽事。由 Sabrina 喺開賽嘅時候咧已經係坐喺場邊啦，跟住去到中場見到我嘅同事阿勤亦都係同佢嘅交流咧係相當之活躍。咁呢樣嘢咧，我好希望咧就係大家咧係感恩啊。咁我見到咧其實喺網上有啲留言咧就講到以前學界勁咁多。唔好唔記得以前啊！以前係會考 A-level 制度嘅時候咧，你中七留1年咧，仲可以繼續打。但係而家咧快上快落嘅比賽當中咧，係 DSE 嘅制度，即係咧最大年紀係中6嘅年紀咧，就係可以咧就係qualify 打呢個學界。咁啊代表示以前嘅學界可能係20歲仲可以打嘅。所以你話比較嘅話，如果你係覺得低水準，你都係睇緊直播留言嘅話咧，咁我就覺得你都幾勁喎嚇！你覺得渣你都去睇。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，而家一班年輕人咧一啲都唔渣嘅，經歷過幾年嘅 Covid 冇比賽，去到咁多人嘅面前去打波，其實係除咗嗰種嘅腎上腺素上升之外咧，你話緊張唔多唔少都會影響到咧自己嘅發揮。但係我覺得呢個舞台咧，對於大家嚟講，教練又好，家長又好，小朋友又好，都係一個咧係畢生難忘嘅經驗。咁再可以分享下點解我提到舊生或者提到家長啦？因為喺一啲學界嘅賽事，喺美國嘅學界賽事都好啊。其實好多嘅舊生咧都會係特登揸車啊、搭飛機啊，翻去睇母校比賽。我自己嚟自 Purdue，喺對上嗰2年咧，曾經都喺咧全美咧排行第1。舊年更加係打入去咧就係 NCAA 嘅決賽啦。佢哋球隊有 Zach Edey 啦。嗰種籃球嘅氣氛，如果大家有睇過 NCAA 嘅現場咧，一定係感受到。同埋咁講咧，就係高中完咗之後就係大學啦。大學咧之後係咩咧？都係大學，但係咧就係社會嘅大學。咁大家可能諗住要全職做工作啊，甚至好彩啲中意籃球，仲有機會打甲1。但係大家都知道啦，無論男子甲1好，女子甲1又好，你要將嘅氣氛同精英賽比較咧，係冇可能。近年係冇可能嘅事，嚟緊究竟係幾時可以 match up 咧，亦都係唔知。但係我好開心今次見到啟德體育園咧，有直播啊，有唔同嘅單位支持啊，好多嘅傳媒啊，甚至好多 MC 啊，都能夠喺今次比賽有工作機會咧，我覺得都係好事啊。其實你見到啦，就喺半場嘅時候 Sabrina 出嚟同大家射波呢個交流，亦都係好開心啦，亦都係送一對就係 Sabrina 新出嘅鞋，同埋裝咗一個咧就係透明嘅箱俾佢哋。哇！嗰對鞋我都真係覺得幾靚下㗎，所以大家即係都可以留意下。其實喺北美運動又好，全世界運動又好，除咗譬如足球、籃球或者係全世界第2 popular 嘅板球好多人睇之外咧，其實越嚟越多人睇咧係女性運動 WNBA。
或者係其他嘅女性運動多啲人去投資嘅。咁呢樣嘢亦都係話human rights 啊，或者咧就係 women power 喺男女方面咧越嚟越接近平等嗰方面咧，我都好希望咧大家能夠咧就係即係撐女仔嘅運動啊。咁喺度亦都即係譬如我今日就唔係話講好多賽事中間嘅一啲 game plan 啊，但係喺度都想俾 credit 俾陳奕倫占士。咁啊，占士之前喺一啲場合喺啲活動嘅場合都見過啦。咁喺第一個 time out 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協恩係好強，10連霸係好難得。裘錦秋，你雖然係輸30分，但係喺個 game plan 度有冇部署咧？有部署，呢樣嘢咧絕對比男子嘅港隊咧更加勁。因為喺一啲 close up 嘅鏡頭，我係好中意聽一啲教練咧佢點樣表達戰術，究竟佢 present 嘅嘢清唔清晰咧？究竟清晰得嚟會唔會覺得係 make 唔 make sense 啊？嗰樣嘢。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話佢教點守 drop coverage， 好多嘅 time out 嘅時候咧，教練嘅部署咧都會針對於進攻而講嘅。但係陳奕倫占士咧，佢就講防守 drop， 可能擋完之後嗰個人咧彈出去咧，其實唔使 mark 外圍嘅。跟住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協恩嘅3號戰術就係 horns， 即係牛角嘅戰術，或者咧有陣時我哋評述勤中意講咧就係雙龜拍門嘅戰術。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咧睇完對方點攻嘅時候咧，我哋喺防守咧點樣去對應，而佢哋喺練習咧肯定係有部署嘅。咁所以都要俾啲掌聲咧俾裘錦秋啊！咁裘錦秋今次亦都係咧就係22年咧第一次打入去 finals 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咧對於學校嚟講咧都係一個光榮嚟嘅。咁睇完呢啲比賽咁熱血，我又見到好多哇 auntie uncle 啊、舊生啊、男女又好啊、尖叫啊。雖然女仔尖叫聲係大聲啊，但係好多近鏡咧都依然係見到好多男 fans 啦去到現場嘅支持。嗱，今日咧我就講住咁多，咁大家不妨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下今次睇呢個精英賽嘅感受，或者有冇啲咩問題想同大家交流下，都可以傾下㗎。多謝晒。